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他在他的项链上面大胆的设计，然后做了一个像彩虹的毛发，因为在传统来说，泰雅族是有猎人头这个民族性，所以他在他的胸前做了一个彩色头发的项链，然后也是有点象征性的，我觉得这蛮传统是对，传统就有这样子的感觉。所有东西的创作的脉络，我们还是要多知道过去是什么。Ang yangang sa talaga mo.
声鼓励加很多件角色。谢谢，谢谢，很高音吗？还好吧。